南投县消防局推出着防灾的月帖，找来着消防队的帅哥美女做会合，馆长林明珍嘛来插一脚。结果有袂少的县民讲啊，现这个帅哥美女的月帖，现着馆长的时阵感觉怪怪，互人会爱笑。南投县消防局上新的2020防灾月历已经印好啊，内面有真侪沿岛的消防员甲美女消防员，女生都很漂亮吗？搁带查某囝做伙翕的，互人印象真深。我其实很喜欢这一张，因为它很自然。逐个月拢有无同款的主题。5月份是宣导防治水，闽南喷水条是宣导防范风台。2月份这个闽南宣导是甲水安全。伊身躯的剑指马术是真的。伊是林冠仪参加2019世界竞销运动大会时，摕到一面金牌甲银牌。喂，资料台你好。值班台这个女消防员看起来真亲切，毛顶上月历做马道，现到9月份洪金贵说来这张，民众你嫌讲南投县长林明珍嘛有。就蛮奇怪的，跟完全不搭的感觉。这有点突兀。林明珍嘛变成月历的马道，宣导防地动，虽然讲民众有意见，不过一个比较，或者消防员看起来加真飘撇，甲迷人。